这边就是国立新竹科学园区实验中学。那这个也是我从美国6年级的时候，小6回来之后来念的学校。那里面有一个双语部门，专门是给一些像我这样的海外回来的孩子可以有一个过渡。那这个学校它从幼稚园到高中都有，所以我在这个学校就毕业了3次。小6，然后国中3年级，然后跟高中3年级，在这边拿了3个毕业证书。虽然就是我的校园生活在里面很多，可是因为我高中的时候不是一个多用功的孩子，所以就是很多时候我们翘课啊什么的啊，我们其实在校园外也还蛮多回忆的。那我待会可以带你们过去看一下。对，所以以前其实没有这个围栏，我那时候没有围墙。以前那时候实验中学一样，就像我刚刚说的，还在拓宽的一个阶段，所以从操场那边是操场，但是从操场接过来这边这一个，我们那时候都叫它叫静心湖，但是我们都叫人工湖，因为它真的是科学园区他们自己挖出来填起来的一个湖这样子，所以我们都叫它人工湖。所以我们以前翘课的时候，其实最常跑到的地方就是跑到这来。国中的时候就开始翘了，就是到湖边，然后其实也没干嘛，你知道吗？就一群人就到湖边打屁聊天，都比上课好这样子的。对，然后那时候就是会来这边，一样就是也是学校旁边，其实没有别的东西，然后出去你也不可能跑太远，对，所以我们就来这。但是有些时候，其实像我在国小、国中的时候，甚至于老师有些时候他会很自由，10几个人一班，所以老师有些时候也会把整班拉过来这边上课，对。就是我还记得这个，就是我现在应该找不到照片了，但是当年我们也有那种一群人在这边拍照，一模一样。这是就是从几十年就在这边的，对，朱明。然后我觉得可能现在大家对于这个比较有意识啦，所以现在会弄一个这个艺术品请勿爬。但是以前我们真的就是爬上去的，甚至于我记得真的有哪一年的一个结业的照片，我们真的是全班铺满在这个朱明的这个身上，这样子，对，站在上面，坐在上面，什么各式各样的。但现在不能爬了，现在不能爬。东北季风的时候，其实到了秋冬，农历9月嘛，就差不多11月左右的时候。对，新竹的风特别大，所以那时候所以为什么九降风的名字是从这样来的？对，就是在形容新竹的东北季风，9月东北季风。又回到了就是我以前高中，其实你算一算，真的是我在那时候从小6到高3，算起来真的是待最久的一个地方，一个空间，就是这。早上7、8点就来学校，然后到了5、6点才会放学，这样子，每天都是这个样子。对，所以真的加起来，其实我不知道我有多少的岁月都是在这里，那也挺感激的，然后挺多感触的，到现在都还是很喜欢这个地方。